蚊蚊然康康。因為我哋有登革熱咯。哦，登革熱是什麼？不曉得。哦，可是我有登革熱。蚊蚊，點解解救咁香嘅？你頂多陣。因為有蚊香咯。嚇？蚊香？咁我哋問就嚟香。
誰人會愛我這種孤兒蚊，流落到水底？恐怕我已是隻滅不的後遺，無人前來認領放縱的身體，也想有就等下一世，我這種蚊世。清脆的水，杜絕蚊患。